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和合本圣经在10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和华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2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1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算到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现在我们请本堂正牧师来祷告，来讲道，题目是无愧的良心2，敏锐的良心。无愧的良心2，敏锐的良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个礼拜的经过平安，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主日我们能够再次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今天虽然是我们的灵命操练的第2堂，但是也是母亲节。我们感谢神，你赏赐每个人都有一位母亲，她生我们，她养育我们，她教导我们，她照顾我们，她爱我们。主，你的爱就从他们到每个人的身上去。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也献上满心的感恩，祈求神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我们请彼此祝福一下。虽然在我们中间有人是带白花，有人是带红花，那红花代表母亲尚在，红花代表她已经蒙主恩召，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感谢，不管我们的母亲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还是要感谢她。那同时我们领受这个爱之后，我们盼望能够流到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去。我相信每年有一次的母亲节都在提醒我们再次的来思考这个问题。那站在信仰的立场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创造的，那为的是要让我们去行善。神透过妈妈就在做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之后，让我们也能够这样去做。所以盼望在母亲节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我们等一下会送礼物，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家庭里面都有为了母亲，为我们的贡献，为我们的付出，我们要献上很多的感恩。祈求大家能够注意这件事情，也盼望我们不是1年中间只有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应该天天都是母亲节。好，我们继续再看无愧的良心中间，我们进到今天是第2堂。那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些大致再讲一下，神要我们爱神爱人，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总纲。但是爱要如何能够活出来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这一节很重要，所以我们每次都来念一次。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爱必须要有这3样，我们才能够活出纯全的爱心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来这几年中间呢，从去年我们来学习这个清洁的心思，就是那个 pure heart， 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个纯洁的，都没有受到污染的。然后今天我们进到他的良心的部分，是英文是叫 good conscience。conscience 是一个良心，它是一个好的，而不是不好的。我们上礼拜也提到，很多人的良心，他都是做事情凭良心，那为什么做事情出来是这样子呢？原来他已经不再是 good， 不再是好的，不再是无亏的。无亏台语翻译成是无可指责的。
无通积极的。无可指责是大家都一致看为好的，这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今天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年就是要学这个无愧的良心，明年的话就是无畏的信心，是 sincere faith， 是那种纯洁的，不会虚假的。最后我们就能够有纯洁的信心，包括1年1个月的这个心思的重建呢，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强壮。那我们去年已经学到有关清洁的心思，这个今年要学的呢，我们分成4堂来学。上礼拜我们学到要去对付软弱的良心，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良心的，要怎样去对付它？告诉我们，原来是我们缺乏了真知识。什么叫真知识呢？真知识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不是你我个人所知道的知识。要是以个人的知识呢，那就是每一个人善恶的判断的标准都不一样，这世界就大乱了。所以一定要回到一套真正大家都能够认同的、普世性的都能够认同的，从这么多年来能够显示出来，就是圣经所教导的，那才是真理。因为经过2、3千来，通通没有改变过。所以要对付软弱的良心，我们就是从上帝的话语中间去知道真知识，知道我们要如何去行。当你有这样确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良心好像过度的敏感，然后觉得良心就不安，或是过度的迟钝的，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并不是要这样。所以要回到上帝的话语，这是上礼拜我们所讲。接着今天我们所要讲，我们要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下礼拜我们要讲，你就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你就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耶稣所设的比喻，他所说的比喻，他在讲呢，要我们有敏锐的良心。所以他的原则是这样：原来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因为神是不变的，所以只有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那才是不变的。我们不应该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甚至还不只是这样，还藐视了别人。今天的经文所看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所学习到。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你的良心到底是一个软弱的，还是一个迟钝的，还是敏锐的呢？良心原来是我们心思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也就是对外在这个活动呢，最容易做出回应的地方。但是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却是有人良心不安，但是有人却毫无感觉。为什么呢？假定大家都是同样的，有同样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对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自然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安，那大家就不会去做它。原来是大家都不一样，我们的良心有软弱的，有迟钝的，有敏锐的。到底你的良心是哪一种呢？像我们最近不是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或是学校中间虽然前一阵子已经提到有关霸凌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现在还继续在发生呢？最近又听说我们的会友中间的小孩也在学校中间被人家霸凌，这事情不是已经明文规定不行了吗？要是被霸凌的人是你自己的话，你还会觉得他是很高兴的事情吗？为什么都不能尊重别人呢？不能有同理心去想这些事情呢？你的良心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的良心到底是软弱、是迟钝、是敏锐的呢？对每一件事情，难道真的一定要有不同的看法吗？我们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如果良心我们过度的去反应的话呢，你就会终日不安，你就充满了罪恶感。这样的良心呢，当然就是一个软弱的良心。甚至有的人会把别人的错也揽到自己的身上来。好像这个小孩子他功课没有做好，他犯了错。最近看电视上一天到晚都看到孩子车祸撞死人的，出来道歉的是谁？是妈妈出来道歉。为什么是妈妈出来道歉？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但是竟然是妈妈出来道歉。这个妈妈就是有软弱的良心，他已经过度的反应了。小孩子要让他自己负起责任，不是自己要揽别人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就造成你自己会良心不安，你就有很多的罪恶感在，然后当事者反而是没有问题。这都是我们对良心上的定义错误或是认知错误而产生的这些问题。孩子的功课不好，我们只要有尽到监督提醒，再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父母不必要为了这个事情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错，
我们有尽到督导就可以。再来是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24小时跟他在一起，孩子要让他建立自己有责任感。很多事情都是变成是这样，我们不要成为那软弱的、过度的敏感，什么事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来。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伟大，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另外一种呢，相反的是这样，太迟钝了，好像良心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什么都敢做，而且什么都做了以后都没有什么罪恶感一样，他已经麻痹了。他甚至觉得这是没有关系、漠不关心的样子。上个礼拜我才举个例子，说在大陆里面有一个小孩子被车撞了，躺在那个地方，旁边经过19个人，一一的那个里面还一一的讲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看经过19个人，没有一个人看这个小孩，不止不看，还故意看左边，他在右边，他故意看左边，这样不知道在看什么，这样为了不让他看。这件事情，那你还本来就是跟他没有关系，对？但是这是我们的同理心，上帝赏赐给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的良心，就已经有判别是非善恶的心。我们已经过于迟钝了，我们故意麻痹掉他了，我们故意让我们的良心迟钝了。在前几天还看到另外一则报道，有一个邮差，他送信送完的时候，他就骑上他的摩托车准备要发动。突然一部卡车从后面撞上他，你想邮差的车子可能会停到路中吗？他一定是停到路旁啊！这一次卡车竟然撞上他，然后就看到那个邮差就跳起来，就砰就飞起来倒下去。路人看到就赶快追上去安慰他。在镜头里面的左边就是看到这个车子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个车子在动，退后准备要逃走。突然左边有一个路人跑出来挡在车子前面，你觉得那个司机会怎么做呢？他的反应是怎样？他将门打开要打那一个人。这是什么世界啊？创了人之后没有一点点感到不安，要回来下面的安慰，还要逃跑，别人挡住你的，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做这事情，还要去打他。你觉得这个良心是怎样呢？我看还不只是迟钝。像我们这个世界简直是变成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世界。良心要是没有保持一个敏锐的健康的时候，能够恰当的去因应道德感或是圣灵感动，一定要这样子。你要这样的时候，你才会成为一个敏锐的良心在。我们今天在会前读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亚哈王。亚哈王因为做神所不喜悦的，神就透过以利亚先知祷告。让这个有旱灾没有下雨3年多，这亚哈王就到处找人要去找到以利亚。当然今天所看第18章第17节到18节，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也有提到，他们的对话是怎样。亚哈王一看到以利亚，第一句话讲怎样？你就是使那个灾祸临到的人吗？以利亚告诉他，使灾祸临到以色列是你和你父家。难道人真的这么麻痹吗？将别人的事情也将别人的软弱到将别人的软弱当别人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然后迟钝到连自己应该犯错都当作是别人的错。我们看到世上实际上很多这样子的人，自己永远是对的，错的都是别人。我相信我们在新闻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我们来看今天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第18章里面呢，有讲了2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呢，有记载2节而已，11节到第14节讲到呢，其实他是一个怎样？他是一个良心迟钝的一个范例，让我们可以去看到。法利赛人常常是自以为是义人，他是藐视别人，甚至呢，到底其实他的症结在什么样？因为他的良心迟钝呢，是故意迟钝、故意麻痹的。在哪一方面麻痹呢？在哪一方面迟钝呢？在3方面都迟钝了。我们一个人就是身心灵，他在身心灵上都迟钝了。第一个在灵上面，他对罪呢非常的迟钝。罪乃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你射箭的时候没有射箭那个靶心的地方，那就是这样，那就是错的，因为你没有射中。对我们来讲呢，罪呢就是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怎样子说他是这样呢？我们人当然世人不可能是达到上帝的标准呢。那这一个法利赛人怎样？
他觉得他非常好，自以为是义人，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他一无所觉，他就自然就不会去悔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法利赛人，他显示出来的乃是他是一个良心迟钝的人，他认为他是一个义人，他没有罪恶感在，他的灵已经出现问题了。不只是这样，他的心也出现问题了。对道德感呢，他认为说，这个法利赛人认为他不像别人会勒索、会不义、会有奸淫的这些罪，等于是他自己都没有是这样子。但是真的是没有吗？我们在别的经节里面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5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法利赛人真的像这一个人所讲的，他是没有不义，也没有行奸淫，也没有勒索吗？神知道他们心里面是怎样的。神说：“你们外面非常的干净，但是你里面呢，却是充满了这些。”继续在23章28节还说：“在人的前面呢，你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情。”所以从其他的经节我们可以来看，自以为义，觉得自己不会像别人这样做的，其实他的道德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迟钝的。他的良心反映出来是一个迟钝的良心。这是在心的部分，他的身部分呢也是迟钝的，因为是有关善行的部分。这位法利赛人他非常自豪说，他一个礼拜呢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注重外在的行为，他认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是一个义人的。原来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要人去做3样事情，就觉得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要常常祷告，然后常常禁食，然后常常去捐助，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你又照做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从内心里面去看，他只能外在的行为去看。所以他这边自豪就说：“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还我所有的我都献上1/10。”他认为他这样就是一个义人了。但是我们继续看，耶稣知道他们的内幕。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说，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很显然，我们看到呢，这个法利赛人，他在身心灵上，他都迟钝了。灵的部分呢，他觉得他好像没有罪，他是义人；心的部分呢，他觉得他的道德观非常的高，表面上是这样，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污秽的。善行的部分、身的部分呢，我有做这些，你们看我做的这些，你看我应该是善人吧？但是他们内心其实都不是，甚至做这些只是为了让表面让人家看。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内心是一个良心迟钝的人。那另外一个人，耶稣所设的比喻呢，是那个税吏，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虽然他讲他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等一下分析可以知道，原来他是一个良心敏锐的人。他良心非常的敏锐，我们怎么来看呢？第一个，他对自我的认知敏锐，因为他认为他只能远远的站着，他不敢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这边是圣洁的，这边是充满上帝荣光的地方，他只能躲在角落的地方。他自己对自己的自己有自己的认知，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良心他是敏锐的。第二个，他对自我的角色呢，他也是非常的自我角色的了解呢，也是敏锐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卑贱的，所以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我是这样的卑微，我是充满了罪恶的人，我连举目望天我都不敢。第三呢，他对自己行为的认定也是良心敏锐，因为他自责，他就捶胸。他不只是静静这样，他还深深表示，他只是觉得非常的后悔，觉得非常的不应该，觉得良心非常的不安。
他对自己的行为的认定也是敏锐的。第四，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呢，也是敏锐的，因为他称自己就是那个罪人，不像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他是一个义人，税吏说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最后呢，他也对上帝的赦免的认识的良心呢是敏锐的，他知道他都没有办法，他知道我只能远远的站着，他知道我连举目望天我都不行，他知道我自己呢真的是非常的后悔，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至少还认知他只有神赦免他，他只能依靠神而已，所以他对上帝赦免的认识呢是良心是敏锐的，所以他大胆的恳求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从这两个人例子里面来看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学习要敏锐的良心，建立敏锐的良心。如何来建立敏锐的良心呢？我们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要防止，第二个这是比较属于被动的，然后主动要积极要做什么。我们先看它被动的部分，我们要防止什么？防止对身心灵的软弱的迟钝。身的灵的部分呢，就是对罪的这个迟钝呢，我们不要自以为义。因为人如果能够称为义，义就是怎样？义就是打中靶心的，义就是上帝看为好的，叫做义。不是人看为自己好的，只有上帝看为好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有人误解了这句话，他说：“我已经相信了神啊，所以我就是义人了啊。” no， 那个原文是说因信被称为义，因为你信之后就被上帝称为义了。只有上帝有权柄来称我们是义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自以为义，只有我是对的，只有我是好，别人都不好。我想很容易我们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我们要常常用谦卑的心来了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要建立部分，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但是第一个我们要防止迟钝的部分。我们对罪的部分呢，不要迟钝的，这是一个灵的部分要去注意的。第二是对心的部分，我们对道德呢的迟钝呢，我们要防止它。也就是说，我们里外要有一致的道德标准，不要因为有别人看，所以我就这么做；没有别人看的时候，我就做另外一个，或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面所想都是一些神所不喜悦，但是为了人家看，所以我就勉强做出来而已。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他怎样，但是耶稣告诉他：你外表是这样，但是你的内心却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对道德迟钝的，我们不要只注重外表，我们要里外有一致的道德标准。这是身的部分，这是心的部分。身的部分呢，对善行的，所以善行也不要迟钝的。我们人要行善呢，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才刚刚要出生，或是我们还 baby 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行善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定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们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神本身可以帮助所有人，但是他更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跟他同工。所以他创造我们这么多人，有60几亿的人，这么多人，神要一一去照顾，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他是神啊。但是他更愿意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同工。借着我们领受他的爱之后，借着我们从圣灵领受的能力之后，我们就有办法去帮助别人。神要我们行善，原来是以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行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行善乃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因为我们是回应神的公义、怜悯、信实的结果。不是我愿意，而是我不得不一定要做的，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得到改变了，因为神已经赏赐圣灵给我力量了。但是我们永远做不过，因为我们的老我仍然在困扰着我们。所以盼望我们我们要防止这身心灵都有迟钝的地方。我们对罪会迟钝，我们对道德观会迟钝，我们对我们所谓做好事也会迟钝。这是一个
消极的部分。但我们积极的部分要怎样？我们要建立起来，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在。当你有认知的时候，你自然就改变你的想法，心思意念就改变了，你自然而然就当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个是这样，要对自我的认知，这是全人的认知。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你觉得你不够软？你觉得你很坚强吗？我想我们真的是软弱。最近看的在每日研经释义中，在看的《列王记》，看到那些就从所罗门王来看好了，这位神所眷顾的，因为没有求其他东西，只求智慧，神将智慧给他，又将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他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君王。这样子的人，他写的箴言呢，勉励我们成为圣经中间上帝的话语，借由他写箴言出来。他也知道应该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但为了他到年老的时候，竟然会背逆神呢，竟然会去拜其他的偶像呢？因为人是软弱的，我们不用谴责他，他是在告诉我们，人是软弱的，人是这样不完全的，人不完全软弱没有问题，我们就认罪，我们就求神你帮助我们，神就要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知，这是全人的部分。在我们的自己的自我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心的部分。我们一定要谦卑，因为我们不完全嘛。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祝福在谦卑的人身上，而不祝福在骄傲的人的身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部分，对自己的行为要认定怎样？我们不要使别人常常使别人跌倒，反而使别人受到益处，荣神益人的益人部分。我们不只是不要让别人跌倒，我们还要使别人能得到帮助。我们对自己身份呢，再次回到灵的部分呢，我们不只是不完全，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最后呢，我们要对上帝赦免的认知，要求神开恩怜悯我们这个罪人。就像这个税吏所讲的，要防止很简单，身心灵迟钝的部分，不要让它迟钝了。要建立认知的部分呢，这样身心灵全人都有正确的认知，这样我们就保有一个敏锐的心。所以结论要告诉我们怎样？我们先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认我们的罪之后，然后就求神将我们那迟钝的良心把它挪走。敏锐的相反就是迟钝。当我们将迟钝挪走的时候呢，我们就紧接着我们就祈求神给他们赏赐一个敏锐的良心，我们就重建了我们的心思。我们先将我们的心思清理。上一礼拜我们讲到软弱的部分，我们将这个软弱的部分讲，还有迟钝这些东西把它挪走，清理了它，然后我们就祈求神来重建我们的心思。最后我们就能够宣告怎样？上帝已经医治了我们的污秽，充满了情义的心。从今以后，心思的眼睛是圣洁明亮的，所有不洁净、不合真理的事物呢，都不可以进入我的心思，因为我已经得到清洁的心思了。有关无亏的良心，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对付我们软弱的良心；第二呢，我们要建立敏锐的良心；第三呢，我们要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我们就能够活出无亏的良心。盼望我们在这些学习中间呢，都能够有所帮助。我们这礼拜都有，每个礼拜都有小组里面在提到，这边有提到3个问题，所以请讨论在生活中我们容易对什么东西过度的敏感，然后容易过度的迟钝呢？我们要讨论说，我们对罪的试探跟诱惑，我们要如何保持良心的敏锐？对别人的亏欠，我们要如何保持良心的敏锐呢？对事对人。第三，你觉得你自己要建立敏锐的良心，你需要怎样的帮助？我们都盼望我们在我们的操练中间，在小组的机会中间，你有什么欠缺，你就提出来在小组里面的分享，让大家一起为你祷告，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个夜有灵命的操练，
我们已经进到在无亏的良心中间，我们盼望能够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我们祈求神，你将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整个环境，因为我们自己故意的麻痹我们的良心，造成我们良心的迟钝。求主你赦免，求主你将这个迟钝的良心从我们心中把它移走。求主你赏赐我们一个敏锐的良心。那我们对我们身心灵都能够过一敏，都能够有敏锐的良心。对罪，对我们自己的不完全，还有对我们的道德，对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有一个敏锐的良心。祈求神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在灵命操练中间，真正的能够回到神你起初创造的美好。先让我们的感恩祈求，这是我们同心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